后来乡亲继续要来看艺人沈玉琳得到肺癌，有袂少朋友甲民众真关心伊的状况。沈玉琳早起铺文讲家己牙病的过程。伊讲2个月前上大声出现的镜头就是细心细心，情绪真歹，行路行10步就真忝。当时伊想讲是慢性疲劳，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。 尾仔疲劳的状况愈来愈严重，差要洗身躯都无气力。伊的太太坚持先去看身心科的诊所，想袂到医生一看到伊，马上帮伊联络3军总病院。经过一连串的检查，确认就是肺癌。但是伊嘛讲，伊每一年拢去做高阶的健康检查，牙病会前3个月才去验过血，拢正常，但是也是急性的牙病。 沈玉琳感叹，讲这个健康检查也是有伊的限制。沈玉琳嘛向所有的人来报平安，希望真紧就会当甲大家来见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